有一次咧，有一個實習生就嚟我公司嗰度實習完，咁之後咧，家長咧聯繫我，就同我傾，就話睇到咧細路仔，即係佢個仔咧係嚟我哋公司實習嘅時候咧，得到個工作證明信、實習證明信咧，就係有啲嘅意見咁。呢個家長咧，其實佢自己咧都係一個企業公司嘅老闆嚟嘅，咁佢自己咧就好緊張嘅嚟到去同我了解，阿仔嚟到我哋公司咧。嗰個實習咧，滿唔滿意？工作表現係點？同我去溝通咁我就話，好滿意，佢個工作表現好好咁。但係佢自己咧就大家咧都好坦白嚟到去溝通咧，就話可唔可以咧？因為佢見到咧我哋個公司嘅實習信俾佢個仔咧係填寫嘅英文嗰度咧係 satisfy， 即係中文嘅翻譯咧就係滿意咁。咁我話都已經寫咗滿意咯咁佢咧就提我啦。佢話蕭老師，佢話其實喺企業裏邊嘅一個嘅表達咧satisfy 咧滿意咧係普普通通咁解嘅啫。佢話如果可以嘅話，你認為佢個表現真係好嘅話咧，不如你可唔可以考慮下咧？就係 excellent 咧，即係話一個嘅叫超卓嘅表現。咁英文翻譯係咁，佢話但係喺企業嗰方面嘅一個嘅叫做評價嚟講咧，呢一個嘅滿意優越咧 excellent 咧，先至係咧俾人哋咧有一個好嘅印象同埋一個好嘅評價嘅。咁當然啦，我哋希望咧，我哋嘅細蚊仔去到我哋嘅孩子去到人哋公司嗰度實習或者工作，佢嘅表現咧都係優越。但係我哋如果係攞一啲嘅實習證明或者工作證明信嘅時候，其實咧可以留意下呢一方面嘅用詞，提醒下我哋嘅仔女咧係去到人哋公司工作同埋去到一間企業嘅裏邊，佢去實習嘅時候，可以留意咧呢啲嘅評價對佢嚟講咧都係重要嘅。記得點讚關注哦。